赵州桥。赵州桑巴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学，但俺这老着黑的眼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想就这些。下用。参加。参加。修吧。修吧。雄伟。雄伟。这巧。这巧。全部。全部。永驻。永驻。赵州桥非常雄伟。赵州桥非常雄伟。赵州桑巴呢，这差不多把些的。赵州桑巴呢，这差不多把些的。同学们，赵州桥还有哪些特色呢？一会儿啊，我们就跟着洛登和嘉玲去看看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赵州桑巴了，前去进来月节的些呢。将这个呢，俺做老爹当年做你的娘的，带我去打三桌啊。呀，他妈俺这老登地个面积三百了去打。面积三百。节省。真穷。精美。这度。图案。简历。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。小多应该啦，这些都比简历贵耶。洛登，你看大桥洞左右两边还有2个小桥洞呢。老爹，对的，上面全部以1月你啦，大都上面穷穷你月。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，发大水时，河水还可以从小桥洞流过。对的，穷大些呢，上面全部你嘛人都些来的，热的、秋切的，上面悄悄就那样个出来的呀。我知道，这样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，又能减轻桥身的重量，节省了食料。你先生，电大些呢，去上班没得了，上边就在讲穷人着心，多么不么个把的。真聪明！哈哈哈，我嘛想法的。栏板上有很多精美的图案。小多应该啦，这边的么么不也？有各式各样的龙，像活了一样。热，如人的做，我嘛3兄弟把人多啊。赵州桥真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。赵州上班呢，人家叫人同站位，逻辑很多些的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人的了的词语句子，大家记，第二个面积3倍个搞定了记得。他念这些。节省的意思是有节制的使用，减少不必要的耗费。真穷呢，若送穷娃人，除了没些巴拉些。精美就是精致美观的意思。这度呢，越的红娃当没人记巴拉些。图案
是指建筑物、纺织品、工艺美术品等等上面用的装饰的花纹儿。节日呢，做这当做跟自家所的单了月别，人们以眼前拿出来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名字三八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节省，节省，真穷，真穷，精美，精美，节度，节度，图案，图案，节日，节日，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，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。小多英语啦，这些都比节日贵耶。小多英语啦，这些都比节日贵耶。骗子这么做啊？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三八呢，黑暗性。大家就话你做一切错了就黑连着的。我跟他念道理，节日去把的公园咋个？切去上路去等你连着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公园。C， 节日，要想连着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第二路边他日三八点到下用这些。节省，节省，节省，精美，精美，精美，图案，图案，图案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，我记他日三八个中月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真穷，节度，节日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程的年长下来人，打的目记。